大家好，又係我 Athena 啊！我哋今日嘅星座對碰係射手座對雙魚座，兩個最容易活喺自己世界嘅星座，一個放蕩奔馳，一個沉醉夢裏。射手崇尚自由，灑脫不羈；雙魚愛幻想，習慣逃避現實。佢哋之間嘅連結充滿咗想象同埋感性，但要真正落地成真，就唔係話咁容易啦。究竟呢段關係係一場美麗嘅童話，定係注定只會浮沉喺夢境之中呢？作為一對情侶，佢哋都渴望愛情入面嘅火花同幻想。當浪漫嘅一刻降臨，只要啱 feel， 就會不自覺地墮入愛河。匹配度68分。射手熱情灑脫，雙魚就溫柔多情。最初喺埋一齊嗰陣，佢哋往往係一拍即合，甜蜜到令人心醉。但當關係越嚟越深，雙魚開始渴望穩定同依靠，射手卻越來越怕被束縛。一個想沉溺喺愛情世界，一個就唔想被對方過度依賴。最終唔係話邊個啱邊個錯，而係佢哋由頭到尾所走嘅路根本就從來都唔相同。作為朋友嘅時候，佢哋一見如故，相處融洽，傾偈又冇壓力，互動又夾到不得了。但係呢段友情到底係默契滿分，定係不知不覺之間已經走入咗一個模糊地帶呢？投契度75分。射手開朗直率，擅長帶動氣氛；雙魚溫和感性，懂得細心傾聽。兩個人可以互補彼此，展現出一種既舒適又有流動感嘅友誼。但正正因為雙方都太過包容，太過容易讓步，反而會慢慢令到彼此之間嘅界線模糊起嚟。久而久之，呢段友情就可能會漸漸迷失方向，就係嗰種友達以上，戀人未滿嘅感覺。要係喺職場相遇，射手同雙魚呢對組合究竟會係合作愉快，定係步伐不一呢？合作度62分。射手靈活主動，行動力十足；雙魚柔和包容，觀察入微。如果雙方能夠建立出默契，佢哋將會係一個機動力同想象力兼備嘅組合。但問題係，射手講求快狠準，雙魚就好容易搖擺不定。兩者對於乜嘢係重點，點樣去執行，諗法可以話係差天共地。當射手愈行愈快，而雙魚仲係喺度原地思考嗰陣，呢段合作因而就會變成你跑你的，我走我的，而告一段落。喺競爭層面上，射手對雙魚，簡單嚟講就係一場快對慢嘅比拼。競爭百分比57對43，射手略勝一籌。射手行動爽快，出手迅速，係競爭入面典型嘅先發制人型選手。雙魚雖然有直覺、有想象力，但成日會陷入情緒拉扯，難以即時作出決定。當射手已經邁步向前，雙魚可能仲喺原地猶豫思索，機會往往就係咁樣白白流走。呢場競爭最終往往都係由敢於行動嘅嗰一方奪得先機。射手座對雙魚座嘅總結：射手熱情奔放，真誠又直接；雙魚情感細膩，想象力豐富。一個中意踏實去追夢，一個習慣沉醉喺夢入面。佢哋嘅相遇充滿火花，同時又帶住濃濃嘅感性。但如果無法同步目標與節奏，呢段關係好容易就會各自漂流，慢慢分道揚鑣。能唔能夠走得更遠，從來唔只係睇默契，而係睇下雙方願唔願意作出真正嘅選擇。今日就講到嚟呢度啦，唔知下一次你想睇邊兩個星座嘅對碰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知。仲有，記住訂閱、點讚，同埋將呢條影片分享俾你嘅朋友。多謝觀賞，再見。